台语例句字音声调练习。我毋讲，互你约。开武林大会的时，五路英雄拢会招到。我呾才看到伊，对门口行出去。代志会成袂成，改在你要做毋做。请朋友斗因头路，才会拼互恁两个人公本。你这时啊，庄头做鱼的钱，拢是规庄头公开的。你着细字，毋通公亲变事主。伊有一笔拍笑，到呾要收袂转来。咱甲伊斗分配淡薄啊，伊较袂遐忝。代志做要袂一半，袂当求卡。你莫阁讲啊，无看到伊伫扁白界是无？伊目睭扁白界，哪像要分去啊？伊毋若无扣现，反倒转阁来甲咱斗相共。伊车驶伤紧，驶甲规台车并练转。旧历正月初9是天公生，我的心肝窟仔长得疼。伊的身世，互人听起来感觉真心酸。囡仔人毋通坐雨灯。伊捌足侪种做花仔的手路，这是阮阿母的手路菜。手黄伤熟，我的手软袂过。伊看到人拢闷闷啊笑。宜兰鹿港的方言真有特色。较早的人讲，查某人月内若无做好，后摆身体会较歹。饭还袂煮好，你先去食一块饼止枵。伊是我拄过上歹剃头的人。哪行哪食物件，实在真歹看相。伊专门伫后壁讲人的歹话。未来社会会变安怎，真歹讲。伊真当酸，连一撮仔物都毋甘互人。是你毋甘嫌啦。若是一个毋好势，代志就去了了啊。我看伊做的歹代志，毋若安尼尔尔。你着爱早雨伞去，毋拄好落雨就用会着。大家拢毋知影伊走去倒位。物件要阁好好，你着毋知啊，敢袂伤讨济？等一下看毋是势，你着紧走。你做甲遐辛苦，阁互人嫌，实在真毋值。你毋通伤晚转来。这件代志毋对的人是你。虽然因兜真善车，毋过因的囡仔拢真有出头。比论讲，伊若甲你借钱，你敢会借伊？门骹要收无？出日的时，伫水墙边仔有可能会看到坑。
我脚底生一粒水泡，水都无水啊！火车去行会淡水犁，现代的水库啊，塑胶做的较济。北斗哪水贵，现坎哪楼梯。交朋友爱注意，毋通去交到王个六个。